前总统李登辉2016年时，伫咧阳明山捌找到日本时代对日本进口的和牛后代，了后，佮甲送去花莲的养饲场来探种，佮甲号名做原形牛，要申请做新品种。即马几啊年过啊，农业部打死公告核准。前总统李登辉伫94岁时阵下愿要饲台湾和牛。2016年伫景天宫找到19只野生牛，抽血检验发现原来是日本和牛的淡马牛。这个牛尾仔红送去花莲凤林镇养殖场，佮成立生技公司生团照顾。那原心牛它是1933年由日本人当年引进到台湾的。那在经过这个将近90年的一个进行杂交下面，而存活下来的品种，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优良的一个品种，不管产肉率、产油率、抗菌率，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。业者讲，原形牛因为无甲外来牛套种，所以甲其他品种的牛有明显差别的独立族群。伫2020年开始进行新品种的登记，总算伫4年后得到农业部核准登记。成为咱台湾头一个由民间发现，佮得到官方核准新品种登记的牛的品种。现阶段来讲，从头到尾没有基因改变的，大概有40-50只，保存到这么完整、这么纯种的基因，实属不易。那我们期待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基因的一个好品种，能够也在台湾能够传承出来，而创造出台湾的牛肉品牌。根据特产所分析的结果，原形牛甲日本和牛也是有明显的差别，会当当作是另外一个独立族群。业者伫完成品种登记了后，就亲像有血统证明，这牛场就会当开始商业生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